日呢，这个系品质李总榜的大对决，都品质呀，倒闭李总都是高颜值吗？你们是在选颜值的吧？颜值加实力，我以为颜值加10分呢。你们想 PP 看吗？要不要 PP 看？我有了。纯猪油哎，对，来你的绰号来，预备起，陈明猪油，这个是品牌吧？这个我很喜欢。我要喝那个汤，我要喝那个汤。谈的油冻难拼呢，你有没有很强哦？嘿啊，那种啊，清香。哎，怎么多主剧哦？摸俺很多的事情哦，哎，为了两头哦，我愿意退1级主持费。退出来，退出来，谢谢大家。喺大摆去碳烤店需这种日我点的机会投保。要吧？哎呀，所以你看，那个是肚包，超好吃的。让我选时间，它就咔哧。对。Hello， 各位电视机前面的观众朋友，大家好。跟住所有现场嘅乡亲朋友，大家好。欢迎收看一家之主，我是民族。送把票。今日呀是吧？现场观众变很多。哎呀，而且呢，吉亮族壁垒分明，因为各队都有七嘎的制服，我以为是有来了棒球队，亚土力都亚倒闭耶，又不是。今日係两家厉害朋友出来咧。没错。今日呢，这个系品质李总榜的大对决。冇错。新的朋友都今日评审欣赏，以前的朋友都嘅系球牛含球师傅。大家好。我好啊，你好，大家欢迎到系青永凤师傅。大家好，我係鳳爺，大家好。阿鳳哥你好。好，等一下呢，我要請場邊的所有的觀眾朋友們聽數哦。等到冯養豆娘給在離開場對戰時間，給他熱烈的掌聲加尖叫哦。哦，馮養豆風吹，你係來自於福林里幸福子里嘅兩個場對戰，馮養朱永基是一個。大家好。當後生嘅呢種嗬，五個我諗講，全拖人嗬最後生嘅呢種小哥哥，哎，今年來咧，諗出嚟一片係白眉佬切咗咯，讓小香佬攀強會強下來咧，哇！大家好。真嘅最後生。等一下，都品质呀，倒闭李总都是高颜值吗？你们是在选颜值的吧？颜值加实力。我以为颜值加10分呢。哎呀。好，今天很厉害哦，我们要缩小范围，因为都品质呀就推背恢复零理论嘛哈，都要倒闭有推荐嘛个好高好料的嘛。有哦，我都有富林强吼，一般啊，谈过严格比赛。咁啊，你呢鹽嘅較大嗎？慢熟啊，太較獎哦，啊個整個裝飾都銅獎，還有獎金。真勁哦！明年青苔的绅士啦。我突然想一件事情，我看到我正前方蠻可愛的，丫的好像已經準備好有口號了，他們開始練習哎。該不會？我再 Q 一次好了啦。準備好了哦。我想鳳玲玲，尖叫聲，我忘了。讚！哎，你愛用本攬出嚟一片壓力動態。喂，那邊可以集合咯。你加油團就準備好嗎？好，準備來了。你強下來分享一下，你嘅福險力。啊，來了解一下嗬，偏轉兩道嗬，就嘛個動態嘅經驗啦，做得到大家強下去了啊。啊！你當年哈有個義民節哈，啊有吃豬公，哇！係，我哋去年有領導，啊我哋做哈做味道環保哈，然後又做麵線豬，哦，啊個有個辦個採街活動，採街啊我哋有自家做個火茶頭，喺自家做誒。唔單止係種啦，偏見兩片嗬，你做啲分享所有嘅客家人嗬，你做啲參加下傳統嘅文化活動。唔過而家講到最主要一個重點係講到，一下呢天天時代變化，一下已經冇按到都係吃太祖公誒，係用較環保嘅方式，而家就係用麵線來做下太輕嚟精神，而且也係一個當好嘅想法。唔過馬上就來進行第一關嘅挑戰咯。
料理大屌丝，大家顾卡都有算係自家嘅好面試，兩嘴愛啲限定嘅時間地度，用帶來嘅秘密武器，做出一出最讚到嘅世界料理。到底哪家嘅面試會較上面呢？一家之主，跳下來大屌絲咯！下一關就要拿出不卡一定讚到嘅好東西來變成目標嘅料理。先來看一下風吹，你帶來啲係乜嘅？鹹菜乾，80人食阿婆種嘅，切架種切架曬。哇，真係看一下。面試真好，有沾到嘛？有，已經發咧，有發酵嘅面那個有浸浸水所以浸下。哦，有先浸水。哎呀，浸水，就唔會下跳。你們想 P 看嗎？要不要 P 看？P 看啊！佢用啊。對，好。好，這個農站對哦，有迄80人食阿婆，阿婆侬嘛名記啊，看電視。啊，那李三桂，李三桂阿婆。巴黎的黎。要怎麼？哦，就要在阿婆咯。哇，阿婆你好。哦，感謝。阿姐妹哪一個鹹菜乾？你喺度做乜嘅菜名嗰度嘛？我哋做鹹菜乾無敵油飯，鐵板湯講哈。無敵誒。係哦。好，跟呢個油飯還有一個提示，我們等一下再慢慢講哈。好，風吹有信心嗎？有啊，加油哦！哦，所以看下咱水里阿片哈，你想象哈，到底你只，哎呦，動厲害，動台灣的秘密武器係乜嘅？車筍要按到貴族筍啊。哦。嘿，我你睇貴族筍哦，車筍哦，要買特別蔬菜呢。啊，竹筍湯都食唔起哈，不用掉鹽落去，拿嚟撻必走，要做不用清酒，但都冇竹筍嘅時間，要做拿嚟食。好，啊，你今日拿嚟車筍哦，做嘅料理，個材料按到乜嘅？1、2、3。三層肉混竹筍。等一下，第一關有信心嗎？有。加油加油！好，嗰首叫咩嘢？除咗係風吹有南吹太對嘅以外，同時咩係？福林里、老福慶里兩組嘅兩里嘅太對嘅咯，倒數3、2、1，搶開始！好，加油加油！小香加油，小香加油！好，我跟你說，等一下來到我呢組，你會嚇到，從來沒有 never。那我們來看看我們這哦，見一下世面。好，給他們的豬痛係嗎？豬油，純豬油哎！對對。來，你的綽號來，預備起，陳明豬油，這個是品牌吧？這個呢，剛剛好一個立種，是棒梅嗎？阿姨，已經哦喏，按油溫還沒到吧？它冷油下。冷油下，為什麼要冷油下呢？為什麼？因為冷油它肉可以收縮，慢慢嚟，主要係唔會食。那不阿姨就講好嘅啦，你出嚟幾厲害嘅？我哋做生意呢，係啊，從小地主對老人家當有耐心，迄有人嘛老人家人間顧半夜總等去。哇，安好，很舒啦，對，我諗很舒服樣。做呢種哦，第我係服務第二，要幾種愛心，第三，真嘅係後生要較好，因為佢有體力啦。不過呢，我剛才講一下，因為剛才有說這個無敵油飯嘛，無敵，還有第二個身份。哎呦，但想立種聽聽哦。嘿，還有賣油飯，都 C C 的生意。不是 C C， 你的道具要不要太太的？你要給他隆重登場，等下要隆重登場，你自己下一個音效。我們其實有音效師哎。音效，噔噔噔噔。還有油飯呢，用木桶蒸的。木桶蒸。來 P 看嘛，好冇？木桶真的有木桶的翻油香，看看，那 P P 看。哇，你想要進去洗澡了嗎？木桶真的有一種一體片，使人那種木香啊。對，米要泡8個小時以上，然後我們才開始蒸。對，那蒸大概蒸30分鐘，它的 Q 度熟度才 OK。喂，做啲本睇家看一下地步。做對哈。哇，有東西嘅啦。所以你係用長糯米還是圓糯米？長的。長糯米。我只在乎一件事，就是這個等下可以帶回家嗎？不行啊。給我走勝利。好，那收起來，收起來。除非你加入福林里。好，我們這邊哈繼續變做，因為呀應該係廿個獨門配方了。好，我們過去等下過多轉了。好，謝謝。哇，那個我愛的三片肉，韓國就會西式火凍甲雙拱，這個是什麼作用？
梅纳反应。对，所以你要爱先穿烫过呀。对。所以你要同好的时阵，爱水冲冲嘛，唔是，你就落去炒死。主角去落去闻，但不要3层的向下落去闻。来，你一片做啲闻一下，是向阿姐嘛？哈。你昨天让你小改一下，你给你带车顺来去算呢？你为什么还跟他们重复秘密武器呢？哦，这不一样啊！哦，这个不一样，它的是梅干菜，我的是福菜。所以大家可以喝那个汤吗？我要喝那个汤。龟喊。好，我们先过去了。好，大家都正来。来，Lisa，我拜托你，这个就是本人力打包一起回家。好，没有问题的。这个太香了。真的最香的，来，要主角。呀，要哈特别的，我这个渣，那用猪油渣，又还有秘密一点点秘密武器，用无嘛个香香东西落去，嘿，乜解？不用压，有点不香。我这个真的已经很灵魂了。我想知道那一锅秋水是什么？你要乜解水？那个我们的香香菇哦，拉拉山的香菇。拉拉山呀。我们香菇洗完之后呢，泡水。泡完的水，然后它的精华再点下来当汤汁。天哪！该不会有乜东西？每次最爱问。对，他说，有功夫哦。该不会比较特别是那个酱油哈。哦，挑油哈。这个是跟你的阿婆学的吗？对，阿婆就刚刚那一位阿姨。哪一位？再 Q 一次她的名字。那个我们都叫她茉莉阿姨啦。茉莉阿姨。我还想看出来哦。哎，大风雪吹对，香，魔怪还有小香。这个我很喜欢。我要喝那个汤，我要喝那个汤。惨嘞，有东南拼呢，你不很强哦。嘿，还没做啊，清香啊。今日要水倒落去，该分搅的时候嘞，草吗？对，黑吗？还有一个秘密武器，让我们看一下。还有胡椒粉。对，胡椒粉是用中药的，然后不是一般外面食材店买的那种便宜的。好香，真的。等一下，哎，你昨天搞转了款记得搅拌哦。好的，谢谢。我等他滚。谢谢。李总，你两片好简单哦哈。这个我很喜欢。我要喝那个汤，我要喝那个汤。惨嘞，有东南拼呢。哇，你讲系乜解？猪油，嘿。所以应该煮汤诶，炒诶，煮汤诶哈。翻煮翻炒咁样。翻煮翻炒啦。用醃的啦。哦。啊，你冇醃呢？因為我打過嚟半因為醃嘅叫。醃到你3層豬肉要熟啊，要落啊。所以好的時間蔥花撒上去，差不多好了，差不多。對。好，那我們就先過去了。好，告訴我，那個湯一定很好喝。對，很棒。我要喝那個湯，全部撈起來嗎？對，等下這個它的汁要來拌飯，拌完飯我們再拌料。好酷哦！我怎麼敢他的煎糕啊？平台的啊！你沒有看我嘴巴嗎？來，看我煎糕。我有一個疑問呢，是一個給你老娘無敵油飯全部公開這樣子，對嗎？不對，這有商業秘密吧？有秘密武器，還是有其他的秘密武器，對不對？有用我的心哈，有用心來做哈，大家有養嘅愛心來做誒。會等佢本浪體長到的腳，好好吃哦，好腳。先用湯汁來去吸它的飯，讓它飽和。哦，然後我現在就開始給它按摩。所以按腳嘅，等下料是落去攪時候咧哈。對，時間差唔多咯哈。那我們就先來倒數了哈，現場馬上倒數，10、9、8、7、6、5、4、3、2、1。時間到，馬上就來吃看啦！天然低度，富淋漓也富氣力，靠好食咯！哦，今日呢也希望我真係最喊唔住誒，睇下來 Q 下來試一下，鹹菜蓋無敵油飯，睇下吃看啦！我前幾日睇下講，唔知食個啱好食嘅油盤。真要按到無敵哦，係要咁嚴峻呢？為什麼？因為 U 盤哦，醬係基本呢，那是基本盤。佢鹹咗嘅鹹菜乾係嗎？嗯。跟梅絲啊，好好吃哦！真的，我跟大家講一下，
一开始佢都会比较用料的时候，睇起来都有看到，你看到你就知道那个味道，就会你较咖米的。给姐姐做的嘛吼，米头。大姐。吃到今日示意安用做现场表现，米头有做忝无？冇做忝，不过是有较冷啲的啦。较冷一些。嘿。小小又较好食。嘿，啊个含盐好食，含有啲啲的含香。对对对。有含啲的。是一个做今日做的样板呢。东后生。每一次他真的都加爱调味。他只要一笑就很无害，你知道吗？就是觉得很想被他服务这样。我是真的觉得很难以形容的好吃哎，很特别啊。对啊，小香啊，这分享一下。今天边110度罗汉菜的那个油饭。那我们里长小哥哥啊，谢谢。一起都嘞。我觉得它的就是粒粒分明啊，味道就用的很香，也蛮入味的啦，所以我就把它吃光光了。好，我聊下完全揽出的一片用菜笋。爆胃痛，冻好食，加加落去咯。哇，这竹笋很好吃哦。怎么会那么吃？韩国嘅痛头哦，又使上嗰种酸甜的。刚刚好，里长边个一个三菜肉，边边冻酱，冻好食。徐同志这样办，好什么？新沾豆，然后笋的油菜，油菜，真的油菜，是一个很称用版。冻好食。好吃哈，对。其实你要卖油饭，应该可以跟我们的无敌竹笋汤合作。对，都得。对，要一煮会懂正统的客家料理。谢谢。好，3层肉粉竹笋哈，然后要再加一个秘密武器，就是泡菜，然后才有那个酸的味道，然后就是绝配。你有没有很强哦？嘿，还没做啊，清强啊。没唔低吼。对啊。龚伟哥嘞，你知道嘞？就是整个就是好吃，好吃到就是又吃完了。他又吃完了。那种幸福的表情跟大家一起分享。嘿，刚好讲嘿，今日准备太少咧，所以我剧组单位的工作人员讲，等一下让我来报喜嘞。结果嘞，我慢人家2步，好学到吼，工作人员哦，全部冲头咧，好学到安用听。我等下小李系师傅。都带应用版评分呢。好，正义农经中，马上先来请邱师傅抢分数。蓝水得到2分，我不相信。等下看下阿凤哥抢分数。耶！周师傅喜欢吃竹笋比较多，对不对？没安尼啦，风吹哈，我先讲风吹。那它那个猪油的那个油香味也有搬到那个。米饭里面，所以它的成色很均匀，很漂亮。那含甜度又嘟嘟吼，它失败梅干菜的米图，我认为啦差了一点点。对，选那个里长小哥哥鸦片哈，认为是因为它的那个笋干哈，车度、甜度、咸度、香度又嘟嘟吼，主用吼又别个。安尼梅纳恰恰吼，能够呈现出那个笋干的香味。等下换阿凤哥来讲评。其实我真紧吼，2片一紧东南片啦，所以我袂选该红队其实动简单啦，司机甲油饭的比例挑得如何，像该酱汁给有微煮出来，全部都有出来，食落该油饭的饭给 Q 度又如何，食落一口吃下去。真紧无敌的啦，安尼某本其实是菜2种东西，菜嘛从爱钓伫个煮个笋干来桂竹笋，个料理时阵是要适度油，你油莫强啊适度去个适度个桂竹笋袂安用稍微涩，它莫咀嚼啦是正差的安用好。看起来呢，其实呢2组真紧都10分好食啦鼓手来管地图。602老夫经理票数，不过3号人呢，给自己掌声一下。好，开始大家先休息一下。今本日唐公奇师傅呢，最近还有出台菜耶，带来当厉害嘅食材，我来变料理老太自家分享哦。日日出台菜。
好，你们一起师傅带来啦，廖尼呢？头前就先预告一下大家厉害的了，太我们眼睛已经没有办法再看别人了。让我们隆重的欢迎龙虾先生。龙虾，好，先讲一下廖子催眠系嘛嘅？把乐虾松芭乐。啱啱基本用嘅係倆龍蝦呢，倆彩椒，好倆啱啲先處理倆龍蝦。我想看怎麼處理。係啊，是這樣用拔開來哦。可是我看過有人要轉呢。倆凍簡單倆。凍我嘅肚需要用兩側啊。安用啊。哇，這剛好是我1人份呢。沒有哎，國倩，你要獲得龍頭啦！哇，拔得頭籌。對，那一個前面那個頭給你，有沒有冷盤上面都會有？好啦，聽你這樣恭維，我只好接受。接受。先不用了好咧，我等下有鋪過擺盤。可是它裡面有那個黃黃的。唔怕，我等下有用鋪誒擺盤動作哈。那裡面是不是也有蝦膏？有啲啦，啲啦地杯哦。還講引進看下，龍蝦用用辦處理哦。龍蝦有顏色上唔變嘛？有，有誒，活的其實都係誒，龍蝦給切發到有電差嗎？冇啦，3樣是沒做對啦。那我們今天就肉比較大塊，因為今天都是里長。哇，第一次吃蝦鬆是用龍蝦蝦鬆的。然後我先處理倆油溫大概160毫了哦，我直接鋪倆。這還有客家人，不然伯謙要誰退咯？對，我跟你講一定。用讓油哦，油泡的方式讓它自然熟。油泡，這不能太高溫。安樣時候咧，因為我等下它的炒狗你要先變方便。哇，等下油溫水拉高，拉高，等下鋪倆哈。哇，你今年帶來龍蝦，民主改革香港，你今年走極簡風，冇呢？沒有100做浮誇。其實這也算極簡，因為它只帶來一個最貴的。一個極簡其實有時候很貴。1人份。對。做乜嘅幫添椒嘅強下？配顏色。那等一下呀，嘅花椒愛高油嗎？唔是，等下底下炒時候咧。愛高炒高哦。炒高時候咧。置換新鮮的麻辣。因為要水果出大菜啊。所以其他水果咪做得咯。奇異果做得嗎？奇異果唔得啦，不行。裡面不要哦。你要吃嗎？該地位都最好學的，唔過合配啊。有你有嗎問題嗎？係啊。還是你們剛才做太累，現在在放空？都冇空吧？踢館，一直在等吃。哦。你龍蝦線裡種做得幾久咧啊？體感。龍蝦都係體感，對，同時當選的。那你們第1屆這樣當選我跟你講，一定要把這一道學起來。好。龍蝦，它怎麼復活了？為什麼蝦殼還要炸？炸過，因為我等下擺盤的動作。要擺盤用。要顏色。很好，我等下是彩椒先落去哦，大家。你們也是靠臉吃飯的哈。對。對哈。一口那隻蝦就好了哈。變紅色時候咧，挑下慢啊。下去嗎？下。哇！做乜嘅個 cam 起來？我叫民主盤到啦。對。我還有這個。多主區哦，冇硬很多嘅事情哦。為咗你一個兩條哦，我願意退1級主持費。退出來，退出來，謝謝大家。大擺去碳烤店輸這老劇聽我點咩機會投報？有吧？哎呀，所以你看，那個是肚包。哇！做乜嘅個 cam 起來？我叫民主盤到啦。對，靠臉吃飯。佢翹起來咧。然後我發現大家視線都在這邊。哇！擺盤，這個是越南春卷皮吧？今天不是才剛說他極簡風嗎？怎麼了？他是不是記不得瞬間去買？都對嗎？都對了。這是什麼品種哎？呀，青龍。青龍啦，波龍我強啦。波龍嘅熬合派。怎麼了？
你有得要个好色嘞，要个青好色的，是尾巴。放在一点点的蛋，点点通，胡椒粉。我一加通哦。哦，所以把那个摸狗油啊，不是，因为我是给清香梅脆度。把那是炒熟了哈。不是。拉锅就做ได้了。拉锅。就是拌过。哦，拉锅。把那个滚去是做在是上拉锅。那等下来摆盘的动作哈。也系红卷。红卷那个菜的名字。哦。所以跟我背的就是美生菜咯。也系罗曼。哦。也个那美生菜。哦。啊，底系什么噶？绿卷须。绿卷须。绿卷须。现在是还原龙虾的生态吗？对，它的生态在这里。哦。哇！花好月圆，龙虾团圆。哎，摸摸草。那个，等下张博谦会去舔那个绿对吗？他准备去舔了。哎，等一下，我们是得盘呢哈，先讲。OK 啦，对啦。来，把了虾松。按钮就后塞喽。哇！带唔菜咧，睇下 Q 下嚟吃看好不好？哇，累！哇，我还有这个多主区哦，摸硬很多嘅事情哦，为了两两条哦，我愿意退1集主持费。退出来，退出来，谢谢大家。当做那个下一集的那个食材费。这地步很嫩的虾膏呢，哎呦！等下我们把按钮包起来是。简单的调米听听，古手牙齿都会觉得起甜的米头，真的很好吃，豆豆还有悠悠哎，清爽，清爽，今天去红景之后怎么办？我做个龙虾肉，龙 Q 弹，龙 Q 哈，龙虾的 Q 弹都有出来，然后还有芭辣，很清脆，对，好生，如果搭配我那个3层肉焖笋更棒。哦，又要用做啲做粤泰做嘅菜，对不对？对。龚伟跟启动嘞，我觉得这个龙虾过油之后啊，Q 弹的，然后再搭配这个彩椒啦，整个味道就真的很甘甜。哦，我最尾还问一下哈，肉看哪只？你知道阿凤哥怎样办呢？顶杯呢，许师傅啊，他把那个水果哈放到这个料理里面，很搭这个龙虾的鲜味。那个清爽的口感，加上那个，生菜叶，挑米也嘟嘟吼，那个甜味、水分，通通有出来，吃得够满意啊！好，希望大家都有学到喽。唔过头前一毕业，马上就来进行最杯米馆挑战。八边料理网，两嘴爱伫寒天嘅时间地度，用自天嘅食材变化出无穷样嘅料理。亚冠唔但只係比面試，咪要比創意哦。到底乃嘴真係正經嘅八邊料理王，一家之主，人哋誰來上菜了？哇！大擺來到亞冠輸掉，大家是聽唔睇？到底地位度係嘛嘅？現在體想也對唔好咧。對佢來講吼，就像火鍋的好朋友。你每次的提示都很没有相關。不是，等一下，全家打開了，不給你看一下，還沒有。對啊，下一次不要再提示了，好不好？也不要講笑話。那你幫我數到3，1、2、3，跳包，跳包。盡經算火鍋嘅好朋友。要看你喜歡配什麼料啊。那認真來講，佢喺馬賽好朋友，佢挑嫩的好朋友。挑嫩嘅好朋友。因為挑嫩，那豆漿它浮上一層之後，你老給。掛上去，它就會成為一個豆包哦。因為他們是同一家人。好，可是跳包為了邊發嘛料理嘞，師傅你知道？你拿來包卷所有的蔬菜哦，對，下去拌煎炸，香味又會出來。真的，給有懂香案呢。係啊。好。哦，咁個對阿鳳哥來講吼，
这应该难不倒你嘞。上爱的做法是讲吼，你要皮要渐渐的，见过以后你要炒梅干菜，好好吃，那个很好吃。哇，哎，不你讲到哦，师兄比龙虾还好学哦。有哈。所以你宁愿选豆包？哎，龙虾。好，不，我知道。讲，这个呢，其实哦，都台湾有一个素菜，买下跳包超有名的地方，喺都台东嘅慈松，喺度用嚟食呢，就落嘅酸條條油就好誒。哦，非常好吃。我见过吗？哎，有你都见过一些叉叉哦，但是没关系，也係你嘅上快聽聽。等下馬上來看下潛水仔我用嚟表現，馬上來進行最杯迷館挑戰。觀眾朋友，你會想學什麼？到底要跳包，有冇嚟做變化呢？先來談看下風吹，風吹帶來催眠到乜嘅？黃金福袋，黃金福袋。來講看下你出菜有乜嘅特別嘅意義冇？全部包球球。哦，哎。哦，各位老太家識到嘅人就有好福氣，全部有福氣，全部包球球包黏黏。又係嘅福氣包係嘛？係。好，帶定按樣嘅好運勢、好福氣、老幸福感，留佢做出來咯。要星星冒風吹 ，yes， 加油，還是 yes？ 你們係有也冇 ？yes。因為現在已經夜深人靜了，大家已經開始開啟另外一個 mode。我咪代表講啊，他們你比較國際化啦，哈。好，我看下攬出嚟一片，做咧頭包要買創新嘅想法麼？點樣嚟做嘅菜哦？你一套料理按到賣名咧？大雞頭包店。哦，素雞菜菜，是嫌我吃龍蝦肉太多。好，你一啲背都要買個特色咧，做咧簡單到大家分享。實在嘅嘢嗬，講嘅營養較冇啦嗬，啊我哋要有風菜頭，還有嘅小黃瓜，還個加水果，還個有海苔加入菜。等下係最尾一關嘅嗬，不能手下留情哦。嗬，準備好了，有信心嗎？有，加油哦！真有傳到山谷呢，勇氣十足哦。兩隊都準備好勢，現場馬上倒數3、2、1，搶開始！打快去！我真的超愛吃跳寶的，哎呀，跳寶就是很健康，對，沒有負擔，而且比較多，對，一天有一些減高。哎，喺大擺去碳烤店需這個日拼我點嘅機會跳寶，跳寶，哎呀，所以你看，那個是肚包，肚包，哎，真勁好選呢。要導邊要選中馬該嘞？樂遊。我覺得里長真的太會煮菜了。哎呀，被里長耽誤的廚師。啊，沒有，他都有。哎，你跳白冇做里長之前是可以入盤店？妹，做旅行社的。旅行社？對。有什麼你不會的？哇，那是因為疫情才轉嗎？還是沒有，因為你說轉里長嗎？因為有一次生病，然後生了大病，起死回生，然後向老天發一個願啊，說我如果活下來，就讓我回饋鄉里。對。哇，好感動哦！真緊就感動到他是真的發自內心的服務。對嘅。福氣包包底肚裡面有香菇，有豆乾，客家傳統的梅乾菜。哦。對，我們有五種食材。5種食材。這個福氣包哈，就是福氣滿滿。價值多少你知道嗎？無價。無法計算。我你見之前冇線路過哈？沒有。可是就是原味炸，加個豬油有米，對，清淡一點。所以你等一下我用頭包，用包起來，炒好了之後包起來，長件。哦。然後我們還有個秘密武器，放個雞醬。雞醬嗎？哎，傳統嘅雞醬。七角洲哎？唔咩？還是茉莉？唔咩？要關係咧。關係真凍漢人做哎。你有沒有發現一件事情？我們秀雄記啊，切出來跟用老齊師傅一樣，他不用看。不是不用看，他不用看，你看，他真的沒有在看。很厲害。他幹媽媽動小切的。對啊，他這個像機器手臂哎。那個是不是你自己帶的刀子啊？在我們自己的。這個愛刀。你特身有用嗎？冇嘞，你啊，長對了。這道菜才用的哦，對，我們生食熟食還有分哦。我得先講解片好咧，好。
里长要跟秀香阿姨求救了。蒙阿在先口改品，我们先摆到你摆到，好值得。让我短时间，它就咔哧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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对。哎呦，可是咸的呢。等下风吹条切个輕刀咪當鐵片咯，用辦鐵片，因為肉條係三角形，肉條係衝條誒。哦，你想到我了，我的肚子的部分。對。好，來看一下，阿姐，到底老大家紹介一下，應該係講下菜名啊。係乜嘅？在素食豆包。哦。你這個裡面是用什麼水？這個？面粉水，面糊，哎，我用面糊。混營養起來哦。嘿嘿，好可惜哦。哦，个渐渐动我心哎。哦，我不喜欢那么大卷。一起等一下，等一下我再把它利用。大家一起炒过。对。啊，啊，你有帮你收口。我有牙签。哦，秘密。对。啊，该天会买个东西呢。哈，你问到重点了。来，哪一个？这讲起来又得有排谁了哈？哎妈干，21句，那个素食热狗，热狗，摘的热狗，摘热狗啦，摘哦，所以它也是豆类喽。对，摘耶，素食的。哦，那你要日本读出了就摘个热狗啊，还有爆买东西啊，小黄瓜，苹果，红萝卜，哦。这我还有加那个，这个不是薯条哦，不是苹果，苹果哦，对，那苹果。所以你要头料理係日本豆腐卡动集中為主嘅係嗎？係。對，還有煎。干煎是啥？干煎。所以你有煎的啊？對對，啊，你做咧勝開粉泡，一三音煎，一三音爆，啊好嘅時節一再夾起來是好咧。好，我們先過去了，好，大家都進來，來。对你那个小我不要太大，一片係咸的，一片係用爆的。可是我那包起來過後會過泡呀嘛，要煎一下。对，我煎我用泡料，你冇是按油啊。這個比料可以嗎？比料的。我嘅地背肚嘅料唔會走出來哦。唔到位啦，我先皮摸出來啦。那個包口要往下。那你的竹籤怎麼沒有用呢？不用竹籤。因為做頭油美容偏咸哦。不是福袋嗎？我告訴你，我不知道它這種。你們沒有看過水桶包嗎？水桶包直筒的，直的啊。裝比較多東西啦。包包已經也有三角形的。對，裝比較多東西。其實這個它好粘起來嗎？這個沒等下熟嘅，因為普紅了。哦，金穩音薄。嘿，這個會先變嗎？我覺得有點需要嘅。防火係真嚟變。所以兩片用嘅放血係平溶嘅，就是地背肚嘅料。所以等下還有兩種調味，一個是吉醬，一個是胡椒嗎？另外一個是什麼？兩種。吉醬係算鹹嘅，也係甜嘅，有兩種。多少鹹甜啦。里長要跟秀香阿姨求救了。蒙阿在先口改品。擺到你擺到，他又把我們趕走。有哈。聞到味道了，哇，似曾相識的畫面。係啊，我師傅哦，而家兩片用嘅放血係強壯，那要比的是什麼？比中間的啦。啊，他們有加海苔，顏色也會有正差。有差。可是你不要忘記，我們有千年福菜。哦，我覺得好像有一些快好了，有一些焦掉了。所以等一下煎好之後，該挑木要切過嗎？切貼嗎？有，會稍微修一下，都比較漂亮一點。所以你那片看起來差不多會好的哈。會好的哦。分擺盤體切的擺盤是好的哈，係嗎？勝選感言有準備嘛？有嗎？有。不能跟你當初選上一樣哦。我是有信心。那我們要先過去嗎？好，看你好哈。好。可以嗎？哇，我們炸的這個贏了。哇，這個我覺得還。但常用看的是凍素菜。要吸油嗎？對。所以應該是差不多的嘛，切差不多的哈。那我們要去倒數了。倒數對哈。好，現場馬上倒數。10、9、8、7、6、5、4、3、2、1，時間到，馬上出來試測看啦！最杯麵館用豆包編出料理，奶煮較沾到哦。豆
豆包是一个刚好运用的一种食材，两组的变化看起来异常像，不过底度的料无同样，就来吃吃看那风趣的部分喽。我们煎的哈，非常的金黄，哦，超好吃的。那落起来时间，它就咔哧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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对，因为底度的啊有加好吃，还有加个泡菜干落去嘛。嗯，对我来讲，我只能说这个可以卖了。就容易你做嘞。我是想讲哦，迄可以做到安我说，我哋的福林里关怀协会可以推广做较多这本老人家分享。哎，这个给他一个掌声好不好？大家，谢谢。我太感动了，因为你希望都按到西北节目都看到东都做沙琪服务的，有冇？家头全部当有心，都给倒闭的，大家又同起来，老人家会受到照顾完呢。那是一个很超用版，给不吹面头很香，很入味，而且搭配几种哦，懂，米是懂沾掉的，米是懂沾掉。就用啊，这取到嘞，后生，冇嘞，你下本地种类公款，酱味道就吃起来就搭配香啦，就也把我们这个客家风味啊，用呈现豆皮另外一种美味，酥酥脆脆，加上甘甘甜甜。美味，你就信心自家做的，比己还好吗？有啊，哦，家家来试看，炸的该头爆煎。也用煎锅，贵个来讲，每包都懂酱啊呢，非常好吃，又清爽啊，吃到米是很清淡，清爽哈，清爽，是一个人吃的嘞，很好吃，很好吃，对。你们看受用啊这两片，许多自家做同样版的，后生，形容是后生甜甜，吃起来很清爽，然后给实在的哈，你就加个海苔里头落去哈，然后营养加出很那个，搭配这个海苔，把这个鲜味提出来之后，这个苹果跟这个豆皮再结合在一起，整个就吃起来干爽又脆脆的，就一口吃下去。美味，所以我又吃光了。油不油腻？发现到去全面好学的放学词汇全部是强力。我俩是两组来宾自家嘅想法，等下看一下4副营养版的评分哦。紧张的时间，也就会到位哦。刚下呢对你来讲，这个两组都太好食了啦，师傅我来上脑筋呢。邱师傅抢半分数。浪吹积分。好，两下把阿峰哥抢不付出。不可能，2分，让呢？恭喜他们，恭喜他们！我们直接恭喜啊！但是你们不用担心，这不是里长选举嘛？对嘛，放轻松嘛，大家都有事都好噻，先让堂口那家的嘛理由。我先讲风吹，如果讲吼，也个是客家料理的主题，安尼吼，我会分风吹。也梅干菜米托哈，一咬下去，整个味道就散出来了。那个选材很棒。不过呢，懒吹呢，一看到哈，以为色香味，而且有层次感，主要是因为它的米托哈，有比较多变化性，它的秘密武器提那个鲜香味，好，有坚果就是芝麻。还有海苔，海苔就是素食的鲜味有出来啊，所以我给蓝吹。风腿甲香菇的梅头摸炒出来，是正差到你按个煎下差一点点的，佢脆果度是有的，是正差用饮品。好啦，我本蓝队哦，其实我想法是讲吼，佢甲卷的时阵卷到冻扎实，还有该又跟个素的火腿冻加粉，因为吃到又咸又有该。水果的梅头吃落去当丰富的感觉哦，你可能已经会记到收口的时间就加面粉水。从一啲从一卷的时间，有可能第一步的时间，你是像卷寿司赖馅，赖馅你要是卷，按是做得的，你可能是摸赖馅然后姑说，你没数的厨艺的部分，还数的手工艺的部分，哎呦。爱接书，对上有接书，马上出来颁奖喽！耶！好笑哦！好 ，OK，来，
也收得好一致哦，全场欢声雷动哎，而且呢，给我们也亮李跟李敏培哦，没喊多天场，我们给他一个掌声好不好？谢谢。真景哈很团结啦，今本日呢公司采发两组都太好势嘞，不过呢，你希望哦，几大值把所有后空的全部送出去，不说有奖金，没有奖品。风吹得到1分，蓝吹得到3分，现在恭喜蓝吹，恭喜蓝吹得到係3000Q加彩券，恭喜！好，那个奖品呢很多，瑞士金 Q 嘅经典蓝胎沙，不沾锅剧组，恭喜！谢谢。那蓝色都好看呢，我問一下李總哈，上係提日擺落去參加主賽比賽係啊？是的，就得第1名呢。謝謝大家，給我們這個美好的這個美食的機會啦，讓我們一起推廣這個客家美食的精神。我吼，禮拜吼，完全我靠秀香姐，還用日鋪還用天秀，真的很感謝你們。而且聽說秀香姐哦，她失眠大概3個月了。真假的？沒有冇啦。好了，有點誇張，1個禮拜。1個禮拜啊，1個禮拜有啦，好不好？有。今天晚上可以好好睡咯。嘿，把這個當枕頭。我哋天意名天怪意。哦，有嘛個心貫度嘅想法啦，然後心底做咧，讓大家分享。天歡喜來參加了一家之主嘅節目，而且挺有意思。嘿，歡迎大家來參加。好啦，可能對受向阿姐來講哦，禮拜未算係當特別嘅會員，希望下班很有機會哦，就咧邀請很好多嘅福音力嘅朋友來參加呢個比賽。哦，就交給你這個責任了。好，好嗎？哦，恭喜！真夢。好，你馮春呢已經聽到哪一個獎品來拍數嘅啦？茉莉阿姨咩都要等等呢。好，先來這樣呢個小強子，老太太講一下禮拜幾日參加去了甘肅釀辦。感覺心情動好，真嘅好。係啊，歡迎到來桃園市平鎮區福林里來福林宮來參拜。3月35號有嚴格比賽，歡迎大家咯。你看，伊前面2桌比掉人哋嘅福林里啦，喊你爸我過來哦。可以啦。我帶隊來呢。可以聽啊。我呢，我喊你爸嚴格拿來。沒問題。比賽，恭喜！謝謝。啊，是一個哦，咩今日來你分享嘅當到佢7個當感動人心嘅故事哦。老太太過來講一下，禮拜參加心得。一家之主哦，當幸福，當好事，歡迎大家來看你的節目。那這個節目真的很有心在做任何的客家美食料理，歡迎大家來到我們客家美食的村莊，然後吃我們的料理。一家之主，讚！哇！很聽哦吼，你看安好啦吼，都要同一個天氣，佢兩個李總佢講佢嘅好朋友，李老李之間哦互相合作，真有辦法創造出很較大嘅好。係啊，咪希望就所有人嘅祝福吼。我們是一個訓題啊，每週都見到一點空閒，好不好？謝謝。希望你吃的大家的美食，心情也跟着快樂。還有吃的福氣帶啦。錯。你個結束我夾掉哦，因為等下喊我去搶那個嘛U盤啊，還有車順通啊，快被搶完了呢。真的。大天發報名參加。一家之主等等，你哋都要到邊，共下人生米食咯。阿你拜再見，拜拜。